我双眼全盲，所以我用耳朵观察这个世界。因为我看不见，所以我听声音的点点滴滴。我是王俊杰，你所收听的是耳朵带我去旅行。在这里，我们听声音的大小事。嗨，大家好，欢迎你再度收听耳朵带我去旅行，我是王俊杰。在我们这一集的单集当中呢，我要很开心的跟你说，我觉得这一集非常的精彩哦，你一定要听。这一集我很开心访问到许富凯，非常的开心。我要这样说，我觉得许富凯的改变让我非常觉得替他开心，也觉得替他觉得骄傲吼，然后也觉得替台语歌感到非常的荣幸。怎么说呢？许富凯从一路上一直走过来，然后原本唱比较典型的台语歌，然后慢慢的后来他自己独立出来，他改变了，然后他做自己想要做的音乐，那开始唱不一样的音乐以后呢，一直到现在这一张新的专辑叫做《五木大学》，我真的有大开眼界齁，真的有大开眼界。我觉得许富凯做到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他让典型和非典型可以成功的融合在一起。我一直不敢说我自己的那一张跨博专辑，我也觉得我自己有把典型和非典型做得很好的融合。但是在许富凯的这一张专辑当中呢，我们又看到了更精彩的一幕，更精彩的一张专辑，再一次把典型和非典型做得超精彩的融合。这是一张值得我们一起来听的专辑。我怎么会这样子觉得哦？就是这编曲有够精彩，词曲也有够精彩，所以在这一集节目当中呢，我要为你访问到许富凯，然后让富凯自己来说他这一路上的这些点点滴滴，还有这张专辑的故事。那五木大学是什么意思？五木他基本上这一张专辑是在说关于林森北路的故事，所以五木呢就是林森北路，林森嘛，那个5个木林，然后因为以前日本人在台湾，然后常常会在林森北路这边喝酒，然后在这边度过他们的夜晚。那回去以后，人家就问他们说：“啊，你们在台湾都去哪里？”他就说：“我去五木大学学日文这样子，学中文这样子。”那我还有跟许富凯，我们两个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富凯他小时候啊是在地点嘛长大，所以他看着这个因为他妈妈在帮人家修指甲，所以他在看着这些姐姐们的故事，而且他是在后台看着，也就是在那个休息室里面看着，会有很多近身的观察。于是他在唱这些歌的时候，他会有很多不一样的感觉。那我自己小时候年轻的时候也在酒厂里面工作，所以我在听这张专辑和他聊天的时候，我们就会有很多有趣的感触，在这一集当中都想要分享给你知道。那富凯后来又在舞厅里面唱歌，这是他很大的养分。然后关于演歌，是许富凯最熟悉的一个养分之一。可是我在这一张专辑听到的许富凯唱的演歌啊，一点都不油腻。基本上演歌本来就不是我们常常听到的，我们在比较台湾听到的那样子演歌的样子。演歌其实有很多很多的样貌。好，说了那么多呢，我就是要大推他这张专辑啊！我真的觉得这是一张很棒的专辑。那在我访问他的时候，他的演唱会票已经卖完了。对，这真的很厉害。好，这是一集精彩的节目，精彩的故事。那我们就一起来听许富凯的故事，一起来听五木大学。人生一本册，现来现去，安怎现嘛现袂离。我某大学，予我读甲心绵绵，读书认真理。时代在变，流流去，我上水的青春，拢藏在梦底。一声乌卡的你，不惊东海结千里。
师，老师，这份感情我会永远永远记在心底。在这个专辑里面，每一首歌都有特别的故事哈。系。然后我想要对这张专辑的第9首歌来讲起。嘿。你家己会记第9首歌是什么歌名吗？哎，我先来看一下心中，是我家己写的。好，为什么？哦，是你家己写的。嘿，这个歌是我家己写的。好，为什么我想要从第9首歌开始？你一定很好奇，伊可能别人会对武木大学啦，对阮讲的马可尼亚啦等等。嘿。对我家己来讲啊，我家己有一个立场嘛，我们听过很多故事啊等等。对。我觉得第9首是这张专辑要说的这整个故事里面的结论。我觉得是那个结论指的是，说了在那个欢场里面的人，包含消费者或被消费者，或者工作者的各种各样的心情。我自己我都没有做功课啦哈，我自己幻想的啦。就是我听完我自己的 feel 是这样，是哦，对，所以我就会想要从这一首歌开始，因为对我来说那是这一张专辑的结论。要了解，我自己觉得，你在下一曲，你在想啥？我在下来想，因为这张唱片，我有去做了一寡田野调查，对，嘛是去了解讲林森北路内底所有的这些工作者啦、环境啊、人事物，我们也去了解。那特别是因为这一首歌，它跟时代有一些连结，因为这个故事是在日据时期，就是金麦林行宫，要有一个比喻种，就是一对那个殉情的男女，然后东西，这个查某的是艺妓，查甫的是一个公司的职员，两个人就爱对啊，就要私奔啊，嘛是同款。私奔不成，等俩等来，所以他们就在一个货车的后头，两个人就殉情了。然后当时呢，那个我们当地的这一些士绅跟文人就出资把他们葬在现在的林森公园那边，嘛立一个那个比一种的碑这样子，对。然后当时我看到这个故事的时阵，我讲安尼我来小看卖下这个歌词，因为我一直唱出来日本歌嘛，演歌内底拢有这种用这种故事啦，无地方的这种去做发想的，变成了一首歌这样子，所以我说那我来写看看，对，一写才知道好难，对，经过吗？哦，他大概一个月时间才完成，完带这首歌。本来要流产啊，毋过好佳在，拄到一个即摆是一个足厉害的歌手，少年囡仔叫尚龙，伊拄嘛有伫日本发展过啦，所以伊嘛总要讲台语的，因兜的人嘛拢有咧听一段台语歌，所以伊看到我的时阵，拢甲我讲台语，我用甲伊讲我有一首歌你要写看卖啊无，我找一寡 reference 互伊。过不老久也写出来啊，所以这首歌佮安尼收回来啊，对。安尼，我知影为什么我会感觉这首歌是一个结论啦，就是那是一个心境，就是其实其实很多人在这边不小心，男女谈了一场莫名其妙暧昧的感情，对，然后那个暧昧可能是一个晚上，可能是几天。可能是陆陆续续好几个月，甚至于是陆陆续续好几年。那么最后那段感情大概都会在这里埋葬，对，就是埋葬而已。对，因为个人只要天一个光，日头一个出来，就殊人逢凶水人啊嘛。家己过家己的生活。对，有一天你袂过来这个所在的时阵，大家就sayonara那。对啊，所以肯定我感觉我会感觉是这个结论，肯定是这个心情。这个结论足好诶。是吼。咱先对这条歌开始听好不好？好啊。听这首歌做个含铺开讲。好，心中。心
偌细，一蕊细，一枝花，无人来解救，无人通指挥，已经失去控制，失去了控制，无名的爱。是咱诗中的誓言，男男女女啊，像乌蝶乱乱飞，有缘的风筝，咱谁的感情慢慢地徘徊，男男女女啊，伫咧世间飞啊飞，车轮细日。世间有伤人的花，现实别人的幸福，因孤单两人的情路，望着你，誓言讲两人的结束。世事的无情，痴心的等待，点点藏心底，男男女女啊，伫咧情路洗啊洗，车日细日，情里有伤人的话，现实别人的幸福，因孤单两人的情路。望着你，誓言讲两人的结束。爱有分无体。咱的爱免解说，无情的轮回，无望的机会，已经失去控制，失去了控制。伫咧足侪年前啊，我还搁伫正声广播电台主持节目的时阵，傅凯有曾经上过我的节目。是。迄个时阵，咱两个有一个经典的代志，就是咱两个临时做迄个难忘的凤凰桥。哦。嘿。哇，还几年啊？大概。用要10年可能。哎呦喂！搞不好。哎呦，有可能有对啊。然后迄个难忘的凤凰桥啊，伊敢若阮经纪人有翕做影片，反正迄个影片吼，非常的，我感觉非常的优美，就是你不经意的唱，啊，我不经意的弹，嘿，啊，你咧唱的迄种演歌，袂伤过楼梯啊，袂安尼，高到速高安尼做油安尼。伫咧即张内底，我听到你用足侪无共款的演歌的开口来唱歌，是，因为恁的风格有足侪款的嘛吼。对。系啊，做成迄种有论真讲的啦吼。有论真讲。就有一首做成可比迄都有安尼。啊，有伊的混音的方法，佮做成迄种伫大舞厅的感觉。你家己咧唱遮个，因为这演歌，我想你家己无介生疏啦，你。主持嘛，哎呀，主持人唱大汉的。对，有啊，但是这里面有没有哪一个风格或哪一首歌是你唱起来觉得比较挑战，或者是比较有情绪的？我觉得因为这张唱片内底，打破了很多台语的框架。对。那对我来讲，
我本来就不是会设限自己，不去做些什么事的人。对。那刚好我也不知道这张专辑后面的完整品发展会变成这个样子。哦，对，好些地方在的对。我们都是边走边玩边做这样子。对哦，当然迄一开始有讨论啦，毋过你嘛袂想讲以后变成什么款形式的音乐呢？所以譬如讲最后一首歌，迄首歌叫《伊扎卡亚居酒屋》。迄阵在录的时候想讲这我听 demo， 我感觉讲我会当唱这种歌嘛。然后你爱变成做一角色，你爱甲这个事物开讲。它有一些地方是用念的，对，用念的。然后我就把我毕生所看的这一些日剧，然后放在这首歌里头。因为咱日本歌内底听到有用念的啊，像迄种北海道的较侪较有念的无？对，北海道就你最后一首的这个风格，有个含咱较熟悉的迄种日本歌。跟无共款，所以就这样讲我听完你这张唱片，感觉讲像在你看一出音乐剧的感觉，对，所以这首居酒屋对我来讲是比较有挑战性的，还有另外一首叫《庆霞本衣》，对我那时候猜这一首应该，那一首歌我也是录完之后走出来那个录音室，我整个满头问号，想说我刚到底唱了什么歌？对，那当然我们就是相信专业吧。那后续成果出来的时候，才发现说，也蛮可爱的。所以在唱《剑侠本衣》的时候，你比较像一个演员被要求。这两首歌其实都是，对因为我这个做人叫王希文嘛，就是伊做一个台湾的音乐剧、舞台剧一个导演，所以嘛叫我用一寡较演员的方式来唱这个歌。你知道阮较早伫上班的时阵，迄个长前辈有讲一个代志，就是。如果有人进了庆生医院双方的兄弟是不可以进去里面讨论跟闹事的。你知道这个事吗？有听说在里面算是有一些规矩在的。然后警察因拢讲插头啦，就是警察啦，嘛袂当进去来电视啦。听讲迄个病院内底还有放一寡迄个铁网，就是要阻隔，万一有人要来寻仇的时候。对，那你知道大家都很守这个规矩，是不能进去。比如说我跟你对头，我受伤了，不能进找。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下次换你受伤的时候，别人就可以不守这个规矩啊，会影响到你的伤痕。那重点是这个规矩到底是谁定的？是这个院长吗？一定不是啊！我说这个院长，那这个院长都直接出来做呆的，厉害！一定不是啊！是，就可能他们不小心不知道怎么样。江湖规矩就对了。对，所以蛮妙的，很妙哎。对，我看你建的在题材都很有趣，比如说你当做有题材的歌词写的，然后就是威士忌泡八嘎，我一看到这几句歌词就清楚，是歌词他一定是近10米4里才去到那个地方，而且他是自己去过。对，而且他们去的地方不一定是比较做的很详细，也不一定是我们熟悉，我们两个人心里熟悉的那种酒厂，比较像bar，对bar，对，然后因为他在写，根本就是在赏大球。好，各位，我现在说我是看不见所以我不太敢去。就算我去，我也说我没去。我哪忘去过呀？我今天有去过。赏大酒所以就是那个服饰的女孩小姐，她们其实就比较不像什么认真，没有任何那种作品，他就过来跟你讲话，然后你桌上你会点酒，对，他自己就会套酒。那他为什么他自己来？他到你桌上，他到你桌前，他就拿起你的酒倒一杯，倒满一杯。那当然他要自己来，因为他自己的浓度他自己调好，不然被你弄到，这坏人还蛮多的嘛。对，自己弄比较好。保护自己的意思。对所以他们就有什么秘鲁套威士忌啊。哇，秘鲁套威士忌。威士忌套八嘎。哇，那会崩呢。秘鲁套红茶。秘鲁套红茶刚刚较健康一点嘛。你想秘鲁套红茶喝起来应该，也许是健康，但是可能蛮难喝的。好啊，应该，对。然后八嘎套高粱
胸穷啊吧？拢会崩啦吼。哎呀，这拢会崩的呢。啊，因都有伊的手法啦。啊。然后他那一杯为什么叫赏大酒？那一杯喝完你就要给他钱。哦，这样子。就是小费。那他自己会过来吗？我没有要你过来，可以吗？拍谁？他会自己来，因为他要赚你的钱。是哦，哇，对你不要他来，他也会来。那他一定上班前都吃很多现金，应该是还有养肝丸，对，养肝丸，养生的东西。因为除非他如果不来，只有一个理由，就是你是 OK。哦，安怎你拢爱接受就对啊啦。对，不然他一定会绕着先去我这一桌，然后等一下来你这一桌。哇。然后跟你玩洗八刀啊，然后干嘛这样子？是啊，要去这种店的客人其实都有心理准备了啦。其实，但所以赏大酒有时候我们想说，那能够赏多少钱？就是没有，我有见过人家一个晚上赏好几万。哦，难怪他赚你这一摊就够了呢。对，所以如果我知道你是喝 K， 我既然点你有陪你的话，我嘴嘛不要紧啊。啊对啊，我就有钱通客啊。没错，所以这个然后就很容易，接下来就有时候会有赏大酒啊。是，我这一桌跟你这一桌就不开心了。因为他一直在占，就在你这一桌。我都开过谈啊。哦，所以隔壁桌就会吃味啦。对。哦。所以休假干几雷吗？不记吧？不记啊，可是搞不好那一位小姐大家都喜欢。大家都喜欢。搞不好。原来是这样子。对，然后就大家大概就准备要进那个庆生医院。哦，对，可能很多老大都会因为小姐，然后发生一些不开心的事。通常不会是老大，通常不会是老大，不会的，老大叫少年你去处理的话，一定不是老大，一定东西不怎么样的火山孝子。是，对，一定是这样子。了解。这一首《庆香》北一啊，这一首歌跟许富凯以前唱歌的内容都不太一样。完全不一样，对，跟我接触的这些台语歌也不一样，不一样。对，但是它里面还是台语的咬合是很 OK 的，是，是很成功的非典型台语歌，但是又留住了典型应该有的样子。是。咱来听这首歌。好，来歌名叫你讲一个。庆香病医。来到人生北路。若是行不知路，去予情字拍着，送去倒位开路。听伊早叫做轻声音乐，不是替人轻声的音乐。社会走跳咧磨难，拄着对方呛输赢，脚来手去无够看，开山的扑甲规身躯汗，穿起衫的世界大，啥人万事啥人赢，多伤情伤半条命。脚紧手紧剩一半，以早处理社会盘，今嘛处理姊妹仔伴，干那伊咧有咧看，来甲兄弟送去遐，害着生命加拖磨，警察早晚会来看。爱命，人讲唔听，规空苦苦行。20点钟有咧看。送去亲身免嫌晚，下过失望的界线，出年江湖继续行。以早处理社会盘，今嘛处理姊妹仔伴，干那伊咧有咧看，莫甲兄
的佚佗一条命，大家照片爱照行，唔通求在无爱命，人讲唔听，规工苦苦行。一命已运三风水，时节应得五读册。男名七上八进城，高高贵人十用心。若是路途有着时，啥人甘愿做兄弟？若是出门有够水，啥人甘愿走白烟？以早入去串串兄弟，今仔入去相会合子。以早入去老伙老弟，今仔入去穿甲水水。以早入去规身穿刺，今仔入去珠光宝气。以早出来江湖继续拼生心，今仔出去光鲜又亮丽。大家幸福又 happy， 来到人生北路，若是行唔知路，去互枪击拍着，请你看。我已经问到啊，这首歌的作词人是我的好朋友吼。嘿，我差伊绝对唔捌去过。因为这好，我相信你，因为我甲伊嘛毋捌开讲过。那我等你那个口音，为什么？因为这伊唔敢开。可能拢听别人来故事。伊唔敢开。伊都敢若伊逐个月嘛咧写讲伊这一次电费省了多少，又少缴多少钱，居然唔敢开啦！他会不会就是省这些钱要去这个地方？不可能。对啊，他如果会去，只有一种可能，怎么？别人买单。哦，伊足欠的啦，伊足欠的吼。伊非常会欠啦。伊连往踮咧厝诶写物件听巴哈伊嘛我会去。啊，伊娶某也袂？啊袂。哦，嘿。哇，这就行诶，若讲安尼欠要娶某嘛是无好娶。对，我看歹娶。歹娶，因为欠。嘿，伤欠。伊有一工讲杰哥，我有一个代志，毋知有咱达成无啦？有啥物代志？啊，我下来去恁兜吼，你讲叫恁祖囝吼，下巴哈的大提琴无伴奏，互我配酒。哇！你写甲歹，你无咧学你小费吗？因为我会加减，我会加减学演。哦，咁好，你好啦，伊若要学演，那会使啦。叫200。200会使啦，就是小费嘛。哦，好啦。对，200有够啊啦，囡仔人，嘿啊。好啦，迄个这人徐富感讲会使。会使啦，会使啦。我们回来讲专辑啦。因为这个专辑讲真侪酒场的代志，是咱我其实酒场里面昏昏茫茫的有很多的说真不真、说假不假的故事，还有情爱纠葛在里面。你细汉，伫咧这个环境大汉啊，是你看遐拢爱叫姐姐嘛，或者是阿姨嘛，应该拢叫阿姨。拢阿姨。拢叫阿姨。啊，你看到这些阿姨，其实阿姨他们都做得很好，对不对？我觉得什么样的人都会有。你说热情的也有，那冷漠的也有。但对我来讲，也冷漠是为了保护自己。对，那热情的当然就是看你小朋友很可爱，所以就不会对小孩有一些什么样的距离或是抗拒。对，所以对我来讲，我以前伫这地点嘛是讲酒家的休息室，我就是看遐阿姨，安尼来去我甚至有的都还在我面前换衣服的。应该就很自然吧？很自然，因为他觉得你就是小孩子啊。其实跟剧场有点像啊。对。他们就是在后台是就不管了。对，他们就是在我面前换衣服，然后就要赶快去上班啊。然后我都因为我会记讲，迄阿姨就是拢爱留一好长头毛。对，阿姨就是坐伫迄个镜台头前，就伫遐热头毛。啊，伊早细汉我都唔知嘛，我感觉哇，长顺都是水的。我就家己个起热帮伊热头毛。啊，真的哦。对。
他们应该都很开心。就让我输啊，对，输一输啊，我好要来上班啊，就去坐台啊。所以你拄着拢是因当要去上班的状况。嘿，因为大概拢是下晡5、6点，在店在开。哦，然后因为你阿布如果要进去工作，也是在这算是事前，然后就是上班前要帮他们做。我们大概比如说5、6点开门，我们就进去啊。我刚好也是5、6点下课，对，就陪妈妈一起去。有时候会到半夜。要待这么长的时间？因为有的阿姨，我妈妈一家收，伊拢会收足济的。这过程有些阿姨就是爱去坐台，出来去入去，出来去入去。有些收别的，有些收送，有些收送。甚至有的是我们要隔天还要再去，因为她在里面已经醉倒了。对，所以她也没有亏，她可以再让我妈妈服务这样子。对，所以这个算是我小时候最常看到的场面啊。有什么让你记忆很深的事？记忆很深哦，对，或者是特别留下一个什么事情在你心里的？我会说我会那么早熟，是因为常常听到那些阿姨说我长疼诶，根本在造一堆啊。因为可能常我啉酒醉，起来一杯小费，就安尼，就拉去就无去啊，对啊。因就逐工拢爱啉到忙嘛，就是拢爱来上班啊。我甚至是看到那个有的阿姨就是身上有一些伤，因为可能就是被家暴，被家暴，然后来就是要用这些胭脂水粉去掩盖自己的这一些疤痕，跟伤这样子。所以我小时候看到的画面也有一些是这样子，甚至还有2个阿姨就是会吵架，可能为了2K，对。这就是在这个休息室里面会发生的事情。对。我印象很深的是有一个人，他在本来在美影，跟他打电话登记出来，看因囝读册，因儿子跟他提供功课不好，总之就是可能联络部有写，或者是学校有说吧，你就较拄好，你无在趁钱啊，用在一两枚嘛。对啊。一转身电话一挂掉，走进去，嗨，就马上看一张。很厉害耶，很厉害。他们很会转换的，就是一个超级演员。对。然后还有看那一种就是会请一个护士小姐来帮他们打针的。怎么了？因为打营养针，你逐工啉酒嘛，阿姨拍那个营养针啊，你自己的身体的那个机能代谢会变比较好，这样子。对，可能就是打类似什么 B 群这种什么点滴之类的。对。我必须讲一件事，就是大家也听我们讲这一段啊，你是不是会以为说，去到遐上班的人啊大概背后都有一把鼻涕一把眼泪，一个伤心的故事，可能养家居多。是，还谁底下许富凯跟王俊杰小时候啊，这样子的人可能居多。对，应该是居多，且蛮多的，还蛮多，应该是很多。为着翁，为着囝，为着要创啥，为着家庭，为着弟弟妹妹读册。然后我还观察，他们都是长姐，是，几乎都是长姐。对，很奇怪哈。然后他们还有一个奇怪的特色，就是他们明明在欢场看到那么多淡薄的感情，但是就很奇怪，他们又特别相信爱情。有时候真的遇到就一头热进去，而且比正常女孩子还更容易热，对，更容易进去。然后明明打鼻青脸肿，他还是爱，很奇怪。对，然后可以爱的这个人的时阵，他会很努力为他付出所有的一切，好像觉得这样就可以把这个人抓住。是不是缺爱症候群？我不知道，应该是，因为毕竟在欢场没有真爱嘛，好不容易遇到一个，对。但是这是在我跟徐富凯的小时候，因为我知道，在我后来不在这个产业里面，偶尔进出这些地方的时候，我的观察，我们心里那个值得尊敬的那个时代啊，早就不一样了。不一样了。现在是因为这个比较好赚，物质上面的。对，所以其实世界不太一样。时代在演变，确实就是心态、价值观会来这边上班的，已经变得会比较，需要某一些物质上面的满足。没错。然后像你讲的，就是因为它快速嘛，可以达到我要的这个金钱，所以用这种方式啊，我在
舞厅驻唱的时候，确实常常会在那个楼下休息室看到那种刚下课的学生，然后西装打扮，穿制服，换水衫，要去楼顶上班呢。我讲这搁咧读册，有诶拢是夜校啦，嘿啦，拢夜校。我这拢有人搁读册，讲对啊，就是安尼趁钱较紧啦，对啊。我以前上班的地方也有一个姐姐啊，大我2-3岁，那时候好像也是夜校念商科的，是，然后穿着制服进来，然后走到后面去，赶快书包一放，制服一换，走出来就变成一个成熟的小姐啦。对，都 set 好了这样子。对，对，所以其实很多啦，很多啦。现在这样子的女性小姐会比较多啊。你说早期那种养家的，可能现在还是少数，应该会有。对，但是现在大部分确实都像老师你讲的这样子，就是对需要快速赚钱的。我特别要跟富凯分享另一个事情，就是在林森北路这里啊，有一个区域啊，交通里面有一个区域，很多那种小的卡拉 OK 店。然后这些卡拉 OK 店里面有一个特色，就很多都是原住民开的。是。那原住民唱歌吧就很厉害啊，神勇嘛。对，喝酒也很神勇。确实。所以一个老板娘可以撂倒一堆男客人，应该没什么问题。然后他们请的店员大概好几位都会是他们原住民姐妹。对。然后我以前有去访问过，然后各位我可以把我之前访问的那一集贴连结再给你们听一遍。然后我有访问过，就是有问其中一个姐姐，她就说，其实她已经跟这个老板娘几十年了。他们年轻的时候，当然一定是也是在酒家啦，然后在哪里有革命情感。对，然后到了一个年纪以后，怎么可能在酒家？然后他们都是原住民姐妹嘛，也没有另外的一技之长了。老板娘就开一家店，他们就一起在这里卡拉 OK 店，然后一样喝酒啊，卖点东西啊，接客人唱歌啊，他觉得这一切都比以前轻松啊，我高兴喝就喝，我不要喝就不要喝了。变比较自由啦。对啊，虽然我赚的钱可能没有以前多，但没有负担呢。对，而且他觉得来找他们唱歌的客人啊比较单纯。确实，只是想要来唱歌喝酒，没有，因为毕竟真的也有点年纪了，还能干嘛呢？就打屁而已啊。对，所以，然后他问我说，因为我那时候有摄影机在拍啊，是，我讲你到底要翕啥？我就故意瞎掰说我的那时候一起的助理啊，我故意掰说他后天要结婚了，我们今天带他来这里告别单身了。整晚大家都在灌他酒，每个都轮流陪他唱歌。哇，姐姐也陪你唱一下，以后你就是一个大人了。好可爱，他成年礼就对了。对，他被我害到这样。而且我发现这些原住民姐姐们，他们的一个共同点就是都很会唱日本歌。是。对，因为好像有以前的环境的关系，好像都会接触到日本歌或是讲日本话。对，因为在原住民的歌曲里面也有很多会混日文。他们以前大概讲日文跟他们的母语啊，比讲那个华语和台语还多。对。你的专辑内底你有感觉倒一首歌，是你感觉唱起来是足爽的日本味的歌？其实有一首叫做Come By。这一首那个就是比较嗨一点的。对，而且这一首的混音就有点像那种大舞厅的感觉。是，对，而且它的那个逻辑也比较不一样。对，要不要说一下？因为这首歌的那个视角出发点也是用男公关的角度去写的。对，那近几年不是因做节奏红的叫罗兰的那个男公关嘛。你莫想讲人生北路甲先讲服务查甫的，其实嘛有来服务查某的。有啊。对啊，所以服务查某的男公关比较少人会去写会去讲，但我们就觉得说，确实，因为我刚好是男性歌手。或许我们可以帮他们发一些声这样子，所以才会有这一首男公关视角的这一首砍拜这样子，对哦。那我也是搞外这种女工，我想要有一首比较嗨一点的，对。那我们也找了很多的 reference，以前王希文老师
伊嘛听做者音乐的，找做者 reference 讲，那我们来写一首日本有一种摇滚曲叫做冲浪摇滚，所以他就往这个方向去做发展，这样子。对，我们来听傅凯唱一下这种比较放的，然后也比较有点浪荡的，对，嗨一点的，嘿，就是有点男生有点引诱感的那个歌曲，对，come back，我们继续聊。林の抜け道見上げると雲の切れ間から美しい月が人生北路的巷仔内金光闪闪的世界，这呢迷人，为我存在。威士忌头目甲，想要什么 style， 只要你爱，我拢会使。Come by，Come by。今夜我是你甜蜜的 spy， 心事不免讲出来，已经收伫我心内。来，一摆无够，就后摆搁来，搁爱一摆，每改。人生北路的巷仔内，门内转转是舞台，好戏电台，有影精彩。小讲也是够怪，靠本什么 style， 只要你爱，我拢会使。Come by， 今夜我是温柔的侍来，我走忧愁甲悲哀，将你的笑容找回来。来，一暝无够，就后摆搁来，搁爱一摆，无应该。悲伤甲欢喜，全无道理。你的悲伤甲过去，交予我处理。我的世界你不免了解，真正的命理你嘛不免知，只要知影我有才调，予你的存心做风台。袂记所有的无奈 Come by 若是要哭，唔通哭予人知，有阵人生的苦海，唔敢对谁讲真爱。人生北的巷仔内，今夜做你带我出台，搁爱一摆，把现在，搁爱一摆，无意改。傅凯你做这张专辑，我知影对你来讲。你一定很爽度很高，你可以挑战这样的音乐，而且你做了很大的台语的突破啊！谢谢。你应该觉得蛮爽的吧？爽不爽是真的，到最后成品出现的时候，这个过程是很快乐的，很快乐，对不对？因为光是那个过程你就一定很开心啊。对啊，就是做一件让自己开心的音乐作品很重要了。
好，但是我会要问你一个，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被问过的问题，或者你有没有思考过的问题。了解。你知影你广大爱你的歌迷啊，因大多数听较侪是你过去唱迄个款的台语歌。对。然后这张也好，还是顶一张也好，其实你开始在做一些挑战跟脱离舒适圈的事情。是。你的原本广大的歌迷有没有人给你不好的就是比较负面的声音，说啊你现在开始喜欢听某一歌等等，有没有这种问题？我发现我的歌迷虽然有一些都是比较稍微年纪长的这一些长辈，对，但其实你们不要看他说他年纪长，好像只都接触很传统的东西，或是很像以前的这些台语歌曲。对，我发现他们嗨起来还不输这一些年轻人。真的。对，所以当然音乐作品这种东西出来就一翻两瞪眼，有的人一定会喜欢，有的人会觉得说接受不接受这样子嘛。但我发现多数人很愿意去听新的东西。这个是我蛮乐见蛮开心的事情，也会让我觉得说，因为一直以来我们都觉得说台语歌是有断层啊，会怎么样啦，好像年轻人不去听啊，对。但我觉得我们是在找寻台语歌的可能性，让更多人去接触嘛。对，好，徐富凯讲的这样子我就有底气了。接下来这个就我来讲，这个歌手不能讲，主持人可以讲。是，咱常常都会听真侪传统比较典型传统台语歌的老板跟我们讲说，哎呦，因为迄个听众就是爱听这种歌啦，所以咱就当然爱做这种歌，互因听较对啦但是徐富凯跟我们讲的这个故事啊。它证明了我心里常常在想的一件事，还有我以前常常跟大家分享的一件事，就是其实听众是可以被教育的，而且听众是可以被开发的，听众没那么窄啦。因为音乐本来就是引领潮流的一件事情嘛。那对我们来讲，当然我有经历过以前的那一些，你说较传统的台语歌，这边我都经历过了。但我觉得。像我就这样讲，哇，那你拿到了金曲奖了，你的下一张怎么办？对，问我怎么办？那你的压力不会很大？也有人问我，对，然后你知道我说什么吗？是那个消防局跟许富凯都没有在担心，我还担心，我还找。那我下次就要说，王俊杰老师都没在担心，我要担心什么？因为我觉得，当然。那这个讲座是个很大的肯定，但是我不想要被这个讲座被绑住，然后去担心，你未来的音乐作品，好像有局限。对，我反而像我这一张，我就玩得很开心。对我来讲，我们当歌手的就是要去找寻，台语歌的还有什么可能，然后还能做些什么，还能玩些什么？因为音乐本来就是永无止境的嘛，对。所以我很开心的跟他们说不会啊，我很放手做啊，对，你们不要担心。我觉得富凯你做这一张专辑啊，非常适合。那个建伟有写过一篇文章陈建伟，还就是讲说他很期待有一天你可以做一张这样的专辑，让他演歌专辑。对我为什么很适合？但一方面是你自己本来对演歌就很熟对，然后再来就是你。不会被这样子的东西做意识形态上的绑架。因为如果是别人，很有可能绑架，不用得讲交合的话，也得先交合的时代有无？而且那做些什么石川小百合的开有无？五木啦一直可以学到戏。而且那做些那个深进一小林幸子。对，大家就要开始想象说我们要走那个时代，要 feel 要像不像？可是因为。你刚刚讲了，你觉得可以不断找到台语的可能性的时候，是。当你做这个演歌的时候，我们就不用替你担心。为什么？因为你不会被框住，对你不会回到舒适圈。然后，但是你不会让原本懂演歌的人失望，因为你原本就懂演歌。是因为确实我很感谢过去我有去接触这样子的一个音乐风格，
那也让我在唱歌这件事情上面，好像基底打得算还蛮稳的，对。但是我觉得本来就是这样子，你一定会长大，你一定会接触很多不一样的音乐。那我觉得是怎么样把它们混在一起，变成了一种跨境或是一种很好玩的玩音乐的方式。其实你这一张里面有很多演歌布鲁斯的感觉，对布鲁斯的感觉，对嘛，对不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我刚刚跟大家说，这个很适合傅凯来做的原因就是这样，因为他懂。所以他会知道哪里是不对的，是，但是他又会知道这样哪里挑战的不会出事。我的那个 melody 跟歌词来的时阵啊，现在咬合，你佳姐会有一些建议回馈回去。一定要，因为毕竟我唱遐尼侪台语歌，我嘛讲台语的人，当然即马一直在讲什么抖音的问题，这嘛是我比较 care 的事情。我就是本地经济。对。我大致上我会觉得说，只要不要太超过，我觉得只要那个意思听得对、听得懂，对我还可以接受啊。我在这张专辑里面，只要那个 demo 来，我有时嘛是也反映回去说啊，这个地方可不可以改这样，可不可以改怎么样这样子？那因为王秀老师本身就是不要讲台语的人，所以对我来讲，迄阵。做公平，伊要找希文老师来做我的唱片时，我嘛有淡薄会惊，我想讲哇，不要讲台语，要做小光的台语嘛还好咧。嘿，所以我找两个不要讲台语的人还在唱片。你自己爱做设计啊，你要注意这件事啊。但还好，因为是希文老师找在词曲创作者，大部分本身拢会晓讲淡薄台语，对啊，有几首歌是希文老师家己写的，所以一来是挂音外讲啊，那这个地方我们可能稍微再改一下，对，因为台语比较少会用这样子的方式去唱，对，那因为他也是想要学习啦，所以他也可以说好啊，那不然就照我们讨论出来的舒适的这样子的方式去改变这样子，对。不过因为你自己懂啦。对，因为你自己懂的关系，所以你就可以把空间开放出来。因为你知道，你就是那个拉风筝的绳子的人。你知影要安怎收，要安怎绑。我感觉这个其实我伫做迄个，我也看无那个解释的些，我自己懂那卡西。是，我就把 demo 做得很味道很纯正，是，很那个。或很我要的想象的样子，然后在编曲要怎么编都引导的代际，我觉得什么都会是对的。对，是，所以我觉得你已经有一个中心思想了啦，就是不会跑太多啦。对，就是这样。啊，最后我要甲你恭喜的就是你的迄个演唱会秒杀，感谢啊！啊，你的人身体也无讲足歹，想要敢要开一场。啊，身体也无讲足歹。其实对我来讲。这个是要当去高雄，家己的故乡唱歌。我感觉上精华、上好的留在这场。对，因为我的人也很怕有太大的压力。意思讲，阮都无啥啦，阮等来唱我阮兜的人听尔。啊，无啦，我们嘛讲这场演唱会就是一个探亲演唱会啦。啊，嘛做这样讲，啊，你那拢莫等来高雄搁开。我讲系啊，我等来开安尼。啊，所以呢，我嘛就感谢遮要买着票的朋友，对啊嘛，希望讲恁真正会当来听我唱台语歌，啊，因为毕竟我伫高雄大汉的，啊，我伫高雄开始学唱歌，所以我嘛想要甲一寡我细汉一寡学的遮歌曲，甲大家分享，对。其实作为一个歌手，傅凯唱这张专辑啊，各位如果你有机会把歌词从头读一遍呢。他那个作词人们啊，其实很多内容都有点小严肃。这样总说一下，都有点小严肃。我觉得可以用严肃的视角去看待，但是你用轻松的方式去听。对，尤其是各位，如果你以前曾经在那里面花了不少钱啊，马贵如鬼，你现在看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好，我们都检讨一下。你讲啊，当初那个莉莉吼，小美，当初甲伊管迄个酒，身体毋知好。啊，当初第一道去互小美困去。歹讲啊，对啊，歹讲。到底一切是安怎？即摆一切人生毋知安怎吼。好佳在阮某无发现，哎呦。所以这是他，你也可以用严肃的角度来看，你会觉得
当然我还是要讲一遍，他们写的很多故事都不是现在进行式啦，对，过往的，因为现在的样子都，尤其是 COVID-19 之后，很多事情都不太一样。是，好，其实都不太一样，包含那个。阮讲的马可里亚看到的代志，恐惊的嘛，已经毋是即马看到，可能毋是安尼啊。对，嘿，应该拢毋是安尼，但大概迄拢是10年以上进行的故事的样子。较过往的代志。所以你会当知影台湾曾经哈尼好过，有一年人真严，会定定去咱补救啊这个代志。就是做生意的时阵，顺煞有一块人生的混乱甲暧昧。暧昧，就暧昧。这个挑战很好。是。那我要问的就是，那怎么办？怎么办？你觉得？你作为一个歌手啊，未来的你，袂想嘛不要紧吼。是。未来的你，你会想要唱按台语歌的倒位去？我感觉是讲，你会当替台语歌贡献一寡什么代志？毋过这种代志是你无法度去。现主是上高的，因为人生一直咧行嘛，你会拄到什么款的人，是讲什么款的音乐，这嘛是我一直咧找。对我来讲，每一个阶段，你只要遇到你喜欢的题材对的，然后用台语的方式去跟大家分享我拢真愿意去做，对。我要访问的进前这张专辑听有几啊件吼。是。我要诚实啦，因为我平常访问未必会听那么多次，因为我个人有个人的情感所好，所以我听蛮多次的。我听着听着，我就有一个想象，是，我就想象也许有一天，如果许富凯唱的是法国香颂式的台语歌，哇，或者有一天他唱的是那种俄罗斯那种斯拉夫民族那种情歌的台语歌，好像会很有味道。哇，这是我想象的。是。我想我记不来跟你讲，还好我现在有想起。好险我们有做这一集的 podcast。我有提醒我自己见了面访问要跟你讲这件事。也好在我现在想起来。是。这样子。你可以丢链接给我听吗？可以，我丢给你听。好，我丢来给你听。你丢来给我听。不一定我们可以下一章去做这样子的尝试。我丢给你听，对，你就会大概知道我在想什么。了解。因为我听着听着，我就觉得你好适合那种声音哦。真的。而且因为他们也要转音转来转去的。对，是。还有跟演歌不太一样。确实，我就说东洋的这个演歌就是东洋 R&B 嘛。对，那西洋的确实也比较少，有在听，但是好像也还没去做这样子的尝试。对，那我今天也有收获了。好，我等一下回去就传给你。然后我跟大家讲那么多啊，就是这张专辑你一定要，你可以当成艺术品听一下。你若是就是听音乐的人，你有听过介意那就好啊。如果你是一个好奇者，你有喜欢做淡薄韩文啊，这里面有很多学问可以做，是包含编曲就是一个很精彩的事情。或是你现在在写林森北路的论文的朋友，你也可以听看看这样可以哦，嘿，而且你听着听着，你就会发现他们每个人所处的年代感都不一样。确实，对，没错。我要讲一下把古米啊这首歌，原底是无的，无这个主题，是因为我唔去演的音乐剧嘛，我就认识了一个演员叫做凯尔，伊就是讲伊伫迄个COVID-19。迄个大时间都无工课，就去开 Uber，所以就真正对 Uber 遮个迄个，对这个目睭面啊，看到后壁遮个人客所发生的代志，伊拢会写这日记，就是他说他什么我的什么左耳司机日记这样子，我听这个故事的时候，这些故事的时候，我就心想说也太精彩了吧，所以当时我的经纪人才去跟我的企划主公平讲，那我们可不可以写这个题材？所以今嘛恁看到在我这首问讲的目睭面啊，对，这首歌，对。我们最后来听这一首，你既然讲到问讲的目睭面，我来听这首歌。好，来听这首问讲的目睭面。然后我要祝福你未来会路愈行愈宽。感谢，希望嘛有机会再跟好老师合作。好，你既然讲啊，我就一定袂客气，我也就希望。是，对，一定爱。然后我再丢链接给你。好，我来回家就是听一下。然后希望你音乐
就有伊的代志，会当愈做愈多，然后帮助你的养分。好，谢谢老师，我们谢谢富凯接受我们的访问。同时，耳朵带我去旅行，也谢谢你收听我们这一集的单集。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的话，邀请你可以上我的粉丝页，你可以打钢琴诗人王俊杰，每一集我都会留一则贴文在底下。另外，如果你愿意的话，帮我在你的收听平台帮我按评分5颗星。谢谢富凯接受我们的访问，邀请大家一起给富凯加油。你可以上他的粉丝页，你可以给我们回馈。拜拜。看你一颗烟头，伫社会甲人走跳，人情世事就爱顾到到。阿伯啊，阿伯啊，哪会无伫咧厝泡茶？厝内外口甲人拼屈势。唔通坐客停车来到几步地，煞坐救护车，予人扛去卖，这是阮种的目睭命，会当看入去灵魂内底悲欢的界线，这是阮种的目睭命，会当看入去命运当中凄凉的爱歌，伫人生百五甲人生紧紧看。小姐，这是现实的社会，唔通怨天怨地，怨无钱的老爸。人有用钱去美国读大学，咱上起码阁有青春的肉体，这是阮种的目睭命，会当看入去江湖内底险恶的羁绊，这是阮种的目睭命，会当看入去社会当中甜涩的花歌。人生百路甲人生紧紧看。安尼记啊，安尼记，请你唔通交火气。较早我的小弟，嘛叫我安尼记。